爱情，迄款该伤害泪稀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会爱跳故日该命运，走身爱离开，爱上有意义，爱袂转来。流浪的心情，梦已来探路，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流浪的错点，转来改写，甲迄马萨，让爱改命一辈子流浪。流浪的心情，梦已来探路，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流浪的错点，转来改写，甲迄马萨，让爱改命一辈子流浪。敢讲阿爸的册，咸某的思维冲撞系无？是要买那条男人东西遐？当然唔会遗传啊！都系啊，做嘛每发的 MP3 打唔见咧？都讲迄爱哪个？人卡的皮包打唔见咧？嘛讲迄爱跳哪个？虽然条东西唔会遗传，不过吼可能被亲人影响，做出无应该做的事情哦。唔安慰你，还有两种方法咯。哼，我又无安慰你。更唔听见爱做嘛个？我请我上老人讲，你个社会吼真现实，有的事情吼唔系人讲唔系，处唔系，越讲越摸清楚。故说咧，请我二时家做到问心无愧都做得了。问心无愧，你正经老到是得按上得开哦。佮条人无主动力，从日头讲借拿过来，为本人祈祷，自家正经迄切。这是自家的想法啦，无做过对无做过，莫因为以为呢。我问，唔有很过一概念无？我是无想过这个问题呢。我脑记偷那东西，我脑记本来受到委屈，我脑记做嘛个系阿爸？佢系阿爸呢？错啊，佢系阿爸，所以我都受到佢牵连，把人家外面上，佢做差事。天顶爱都每一件好搞，了后一摆搁一摆，本人欺负，本人笑爱，我怎么甲伊接受安尼个侮辱？你确定系基本嘅自由，也因自家本自家的。条哪样东西唔系摆明上啊？你讲到安强势，我同唔讲。我看唔样嘞，有一日，我听到一种办法出国，意外国都冇人定阿爸迄册，嘛冇人会嫌你啱迄册。当然无人定阿爸嘅册咧啊，记得记喺册里嘅人，请用你自家。两位风音按输送了，我来散步喽。
酒问阿姐啦，最近炒电会睇 MP3，你下，恁下个批包五件摕咧，当然摕去家衣服去啊。你讲嘛假啊？啊，来无爽哦，挑死鬼！太子家都会想提钱咩？用会做的衣服几家人呢？阿克，什么阿姐给不会拿领他的钱？你唔记得给思思了打工的钱拿来买炸鸡本恩色？超氣咩？你哦，你嘅我們灰嘅然後留揸嘅配出來啦。还有阿娘，哎，真是动歹势啦！原来那皮包一点点插肚，真是动歹势啦，我唔掉诶。挺好的哦，青岛皮包很好哦。真件懂歹勢哦，敢阿亮公婆吼態度挺差的啦。像二條哦，一定要原諒阿條哈。冇相干啦，迄武飛哦，做啲發嘅就好嘅啊。希望二條哦，記得要去按做查克的搖滾，我當，唔好叫做黑店，就做得啦吼。真嘅動歹勢啦，真麻煩，仲要迄個錢，那本頭家嘅啥，向上嘅調教啦。好，希望哦，事來了啦吼。聽錯位啦，加真件懂歹勢哦哈。唔會啊。謝謝。歹勢啦，小楊，我聽說為正創業就不做嘅人講嘅，佢真是懂得你想的，唔可以傾愛好冇？哦。邱太太，请用茶。你们这些老师是怎么教学生的？那个叫陈心怡的，他爸是小偷惯窃啊，从小看他爸那样，现在倒得了真传啊，偷我们家美华的 MP3。唐老师，你为什么不处理啊？以后大家看好自己的东西，这看不起来，以后大家看好自己的东西。嘻，那是同学恶作剧啦。你先回去好不好？就是他，小偷女儿。我先回去啦。美华也只是凭推测，我们不可以这样一口咬定就是心怡偷了他的东西。老师不是要一视同仁吗？我看你偏袒得很凶哎。校长在哪里？我去见校长。不要理他们。你现在哭是想博取同情吗？真是恶心。麻烦各位同学先不要离开。你的 MP3 在这里，你去 KTV 带的是这个包包吧？是啊，我的包包怎么会在你这里？是 KTV 的人送到我们民宿的，里面啊有一个 MP3，还有一张我们查克的摇滚木的名片。哎，而且我还问过，里面还有一张1000块。不是心怡拿你的 MP3，这样你诽谤哦。我记错了啦。好啊，反正啊大家都来看好戏了嘛。同学啊，就请你解释一下，你那一天在 KTV 到底是嗨到什么程度？为什么你的包包会弄丢啊？我不记得了啦。哦，
你不记得啊？但是我记得你那一天穿着一件低胸的紧身上衣耶，还有一件超短的迷你裙。哎，你还跟你朋友说啊，你要去 KTV， 我们还聊了一下啊。我呢还给了你一张查克摇滚乐的名片。阿美啊，这些你记不记得？我是美华，不是阿美啦。哎呀，重点，大家要听的是重点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跟女朋友在 KTV 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为什么你的包包会忘了呢？也没有啦。没有。哎，为了你的 MP3啊，都弄得这么轰动嘞，怎么会没有嘞？我就说我记错了嘛。记错了？哎，各位同学都听到了，他说啊是他记错了。所以那一天是你自己把 MP3忘在 KTV 里了，对不对啊，阿美？美华。哦，对不起哦，美华。那天你不是说要去找陈心怡讨论功课吗？怎么跑去 KTV 唱歌？邱妈妈，美华是来我打工的 KTV 找我讨论功课，没错。她的包包放在休息室里，我没有注意。你哦，糊里糊涂，东西丢三落四，害我到学校丢脸。我都说算了，你又一定要我把 MP3找出来。不好意思啊，老师，不好意思，耽误大家放学时间啊。快跟大家说对不起啊！对不起。以后啊，要先把事情搞清楚，不可以再随便冤枉人喽。嗯。心怡 ，sorry。那我们先走了，今天真是不好意思啊。好啦，各位同学，戏演完了，谢谢观赏，拜拜。拜。好啦，开始教，实实拿书包，来前辈吼，开菜的菜也都转去哦。今天会改啊？嘿，去年做乜改啊？实实啦，行来拿，啊，行。哎，心怡家今日伫伊地包烟啊，拄叫做阿妹啊。今日吼，也一直去啲 KTV 下混吼，听说要咬死边边呐。其實哦，你發心意來也更好教，去跟普通人去做朋友嘅你。但想心意聽說無希望是睇米發一個朋友。有得聲音去啊！我老炒係可以為阿咁妹哦。你老阿咁妹嘅感情，梗係要進一步啊！啊？你講乜嘅啊？乜嘅感情進一步？好，如果男個人老是就最介什麼人大丈夫，你下要開幾個差額，是冇簡單哦。誒，亂講，乜嘅冇簡單啦！我請佢送去老 MP3咯，實實送到好高天啊！這點乜嘅？我可冇嗌掉喎。終於啦！拜託的，那八卦以前啊，先了解一下你的 style 咯。啊，再来哦！嘿，呀哈哦，已经伫迄 MP3嘅事情哦，老心意无相关的哈，免清楚就好个啊哈。条下哦，我去买迄猪脚面线啊，老你哦，老水去出体啦。我都买去。我冇食。有，太子家都有。真正先生要拜哦，什么嗨天数诶，叫他留下来是面线呐。我冇天豆酥啦，迄米飯切架咩唔錯咧。
是咪阿姐喊老去暗坎的？老基暗坎，无影事啊，迄旁顶啊。暗朵花。好诶啦，莫吵啦，吼！莎莎去换衫裤，宿舍好，类似东西啊，哈！莎莎，阿水姨，老影片数啊。好诶，来，好嘞。哦，香哦！哎，不要动吃，我是香哦，你洗手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厨房挤不下了啦。我喊迄片哆来咪挖土好了啊。哎，森森啊，等一下留下来一起吃晚餐啊！我跟婶婶学了好几道客家菜哦。有吗？有。好。橘子，奇怪咯，有冇暗晚还没开门咯？橘子，我来还你车钥匙喽。橘子，哇，佢都较暗的，怎来还你咯？哎，是你哦。你会买东西啊？唔系，爱钱。啊？我是心怡的爸爸。哦，来唐公也请叫了，你送麦头。啊，冇啦，我冇别的意思啊，我请个唐家的哦，讲你啦。哦，错个错，你啊从头老洗米写信的嘛哦，哎，你还为老母写信的阿爸哦，亲少年呢。对啦，我之前都低度，故说想做在写信的天天啦。没黑了哈。我伫春怡堂照顾心怡，啊，不过呢，人家的后生人较好沟通，故说我相当久的，有一件事情很麻烦。是咪？今晡日太子起出来，老公不然等候的汇报查下来，真件很美的，应该真感动哦。错啊！小勇，你张转来都写部落格啊？我老拖后告发生的事情都写下来。你是在讲不眼能谈啊？用讲的较强咩？不过有青岛的心情，我讲不出来。了解嘞。你老太子发简讯啊？真唔系嘞。阿 K，我喺三处度养好一堆树攀咯。这条系银行剑锋度计啦，看起来清强哩，银行清强冇用过，应该唔是谁啊？我可能係難實寫吧，老記得看到我喺三處度。我嘛係為咗 TQ 嘅寬播啊，三強水之言，人人有責任嘛。迄講哦，本人還發現哦，下禮拜出冇人咁落迄個啦，惡作鬼。做乜叫用簡訊顯嗌出來啊？冇嘅事情啊？當然咩有事情才請你出來啦。錯啦。我問你哦，心儀了解白嘅事情，你第幾度啊？你愛做乜嘅啊？心儀夾吧，根本有了錢嘅，佢哋真才講咧，無條路咩無比數好帶。哦。
哎，你知道你敢做了个天数啊？什么无可能结束行吧的啦？大摆吼，行吧写新的来，佢连看都唔看都 fit 的。韩国伊从来都冇讲到行吧，故说我风轻伊，冇按解破。哎呦，很风天来嘞！你把都按真个按解破呀？还没唔ดี啊，行吧因为敷衍就请来。假使冇去插旗，敢讲迄本行吧技术最有名咯。你讲做得了行吧天数，要第二迄天数什么啊？凊彩伊啊！凊彩爱，你竟然请出来做乜嘅啊？反正哦，我底下什么无可能结束行吧的啦。按有把握，我心无凊彩伊。反正哦，什么本行吧片的青都变的啊，故说无效的。什么行吧你请来做乜嘅喏？我又唔係心理醫生，又唔係收費曲啊！冇事情的哦，冇事情，我先做你看书的哦。看书？看哪种书啊？我搞你读个书啊。哎，你咩放弃吼？迄你自家讲的啊。迄讲我大可能有去嘅，唔通会讲我天吉台啊？好啊，请我吼，你大口都吸嘅，你都搞你啊！迄你自家讲的哦。哎，太子，今尾吼，新又传健身来，讲什么 N 量啥，今尾留去天数啦。系哦。佢有讲到我哦。真嘅呢啊，你骗伊做乜嘅？我要看健身嘛。唔是咧。哎，我天吉他咧。无效，咁真嘅无效。阿瑞，你请俺有嘛个事情啊？晨晨，我有一件事情哦，要请你讲，来啦，来坐啦。有事情吼，你就去请阿干妹啊。唔对，唔系请喜欢到拍不是酒淡地咩？哎，唔係講嘅啊？太假就按用講啊！咁要請佢100聽聽啊！你講到吼，按種係當夜請去酒吧咧。雖然吼就100聽聽，不過就留唔乾水，帶轉一副卡呢。難道攞嚟乾水啊？幾幾次㗎是酒醉啦！哎，晨晨，你莫再玩劇啦，我有事情要同你講啊！你請阿干妹啦！我請阿干妹做乜嘅？什麼係我學生嘅，其他事情啊當然係請你啊！什麼？做乜得啊？慢影很亂變嘅東西。我啉嘛噶？你有乜嘅？滾水。哼，哎，要給你設個時間啦。哼，請等一下啊。哎，你還記得設個時間？唔對勢啊，我係把老牙翕嘅。你看，靚眼咧，有啊，嘿嘿，冇想到哦，嗱，真年輕有緣分咧，我今年哦，第一個設個時間翕個相片圖哦。咁噃？你自家講啦，你啊，做起愛啊。你哦，好好留啲相片數起來。
对哦，下礼拜天地来缝嘞啊！你若相片都要1000多钱哦。哎，敢不来先让你签名啊？啊？暗自说哦，唔是啦。哎，你唔系讲我老远讲新米嘅事情？错哦。哎，新米家爸根本有来寻讲爱咧，伊讲希望哦，早点看一下新米啊。啊？家爸之前去福岛请过新米咧，不过新米袂插伊咧。新米哦，对家爸错管的事情，有点无法度接受。韩国按多年无见面咧，一下伊还较无法度接受啊。哎，你想看咱的甲苗仔个方法做啲化解，记得心结啦。其实哦，家爸已经出来咧。佮沙飞就做对本夹巴机飞，佮唔是讲什么啊？记得哦，总共迄2只牙，你爸都记得嘛个太严肃啊。哦，你真正吃到，你也免嘛个太问题哈。放心嘛，请我哦本记得只抽一只叮咚的机飞。很简单。 2只牙，那会有嘛个严肃？韩国洗米清底丝，你唔好乱想啦。幸好我还暗用啦。OK。对啦对啦，你先不用等，等下夏天该改，再说那一下啦。有冇该事情啊？今边哦，我咪按人推我写功课啦。我想，你做得讲我算一条数学题目。 讲伊？系啊，拢会交到尾为止啊。哎，局长。哎呀嘞，要喝什么饮料自己拿，不要客气啊。哦，不用了啦。哦，对了，这个车钥匙差点忘记还你，谢啦。哎呦，不用那么客气啊，以后要车就自己来拿就好了。哦。哎，对了，橘子，我想问你哦，那个瓦斯行的老板是不是你表哥啊？对啊。昨天你表哥来我家送瓦斯的时候，我听说啊，他店里的师傅要请几天假，人手不够。我是在想，我刚好有个朋友可以安排过去帮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是我那个朋友啊，目前没有地方住，想问你表哥说，是不是可以包吃包住？吃包住哦。这个现在工作已经这么难找嘞，你这个朋友还要包吃包住？唉，所以才来拜托你帮忙嘛。好了，你都开口要求了，我怎么可以拒绝呢？我一定会帮你打这个电话给我表哥的。真的哈？我会打电话。那谢啦。我走了哈，拜拜。拜拜。就照橘子说的，我暂时让他在这里打工，包吃包住。不过他只能做到我们师傅回来，等师傅回来，我就没办法雇佣他了。阿东老板，谢谢你啊，你人真好，谢谢谢谢。常先生啊，做得了，调工好，已经答应了。哎，老板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阿对，安子生。不会了不会了。不用客气啦，
不过还是请帮我写一下这个。啊，保证人啊。你做他的保证人没问题吧？大家会亲会故的，我是因为橘子的关系才答应帮这个忙。再说陈先生又刚刚才出来，如果你可以帮他做个保证人，这样大家也比较放心嘛。啊对，那看不是麻烦。不麻烦，不麻烦，做生意啊靠诚信，交朋友呢要讲义气，签个名而已嘛，一点都不麻烦，我签。哇，你不迄点心吃是太飞哦！哦。哆瑞咪，要不要姐姐帮你下来吃蛋糕啊？哦，是啊，又对寒到啦吼，你着等下天数就太沉沉心茶个宁下啦吼。但现在哆来咪你跟风水母嘞吼。嗯。哦，水母，哦，水母，水母。先生，叫乜嘢问伊学来啊？哦，迄先生伊个朋友，希望下摆哦，也系縁你大家的朋友啊。嘛结我的朋友啊。是来哦。我台係細妹，細妹仲好識點心嗎？拜托，聽錯係誰來啊？你要看先生按心比介重啊，很愛愛你了去做好朋友誒。小玉，應感覺天天先生嘅男朋友上來很用船啊！好啦好啦，進去吧。走啦走啦走啦，總要見面了，就是。來來來來，哎，先生嘅男朋友來了啊！好，來，哎你好，本兩位朋友一張愛的鼓勵吼，1、2、3。一位就是先生的朋友。來，哎你好，各位不一張愛的鼓勵，來。先生一位朋友，咩係心儀嘅爸爸。来，台子稿，笔也拿去了，来，干杯！什麼？佢唔係我爸，佢係賊。我唔可以同賊講下輸東西。心怡，心怡。心怡，哎，心怡啊！啊，看下，看下腳要挫傷。心怡，我講是得拜託，我講安尼停機嗌你好冇？
我安尼已经魂不散尽出现在我面前，我拜托，莫不爱搁看到你好无？心怡，我很也爸爸呢，你做乜用我讲法？你做乜唔帮我一只机会咯？机会，所有人总要给人机会嘅时节，你做乜唔把握？你做乜唔把握改过自新嘅机会？很建议偷拿东西，唔同我讲，到底系为到嘛改？办事情要当好事，偷钱嘅监视的，1分钟偷钱2台车，安尼当公用哈？心怡，我发誓，我真嘅唔会再个偷嘅。别去发，你讲假包变咧，我用心相信。心怡，也系真的啊，真嘅啊。啊，对介绍我去雅思放松雅思，我真正当向你做事嘅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啊！我爱相信，每人爱相信我。你知冇？同好教有人东西打唔见，都讲係愛偷拿的，人手甲人卡，皮包打唔见，嘛讲係愛偷拿嘅，仲係認真係去測強嘅麼？係去測嘅麼？乜人愛信啊？是的。走，唔走，我冇聽到人聲，媽媽看到人影。最後一擺好冇？好冇啊！再相信爸爸100就好誒。我唔走，我走。啊，心怡。15 miles off the interstate, only 9 pounds and 8 days late. I was born. 什么？岑岑是毋啥？迄好意。我冇了種好意。岑岑是毋啥？像迄希望你兩子呀，做得感情嗰邊好啊！你唔好用壞嘅地方來想哈，佢冇壞意啦。佢冇懷疑，才做出安尼嘅事。佢安尼做，迄個禮拜同大家講，也係測強嘅物。啊一擺，因為東西打唔見，都要個嫌伊係愛偷拿。仲係認真阿爸迄冊。什麼？佢個阿爸呢？莫講亞花哦。阿爸代表嘛解？阿爸唔都係本愛生命。保護愛倒台嘅人，係講佢做唔到，這是算咧。做嘛該係佢自家做唔錯嘅事情，而將測試強快，測透我嘅言行。我冇了解阿爸。是咪？14歲來到鴉片，嘛有3年咧，要3年來。阿爸辦雜工嘅啊，有寫信嘅本名，愛上佢嘅回憶，也有啲新嘅地位啦。係講，伊隔天無愛一條嘅心就飛脱咧，阿所以唔會再讓你念轉來。可能係不應該操犯佢嘅想法，就像佢講嘅，離開佢就係我唯一做得做嘅事情。什麼呀？
用白型啊？伊哦，看起来无凊好啦，伊脑杯转来啊，目睭哦，撞到南北嘅腔了。看起来真紧做唔错咧，心也好，天做同很爱。真真啊，你敢要让因自家上到特备胎了？嘛个意思啊？你心里吼心肝肚很64个排行榜，第一名迄夹吧。根本伊咧记得结论到吼，无可能本哦变到冠军的啦。都嘛个时节咧，你喊头给讲笑哦，一时咧就无好笑。人啊，真人真奇妙咧，目睭哦都做得骨体，双眼目啊做得骨，盲从要做得骨，像有亲情哦，还做唔得骨体咧。你呀，迄嘛个欧巴的必种啊！啊？亲我爸哦？有样欧巴诶！俺爸都吼真有创意咧。哎，总讲啊，来吃豆里面唔是按谁啊？死豆死豆，磨米长得出凡树桶啊。事情哦，总要有方法解决的咩？你还明人来讲的咩？好啦，落去。落去去哪？像我落去困身了。你呀，三人都带头去上马嘅啊，都马嘅时节咧。哎呦，我最近哦，很久无看身了呢，根本吼难得有心情吗？爱去哦，你去家去，爱张无想留你去咧。好啊。哎，你想到我个时间哦，张大本爱好了。哼，你呀，听听个等啊。亚三人哦，都带有关心配人无啊？哎呀，哦，39度半呢，9个3，还有哆来咪哦，哎呦，笑嘞！阿全姨，发生乜嘅事情啊？唔做嘛拿按到本狗啊？哆来咪哦，韩国发烧诶，会中一条病症啊，病气水啊，因为哦，做咧退烧无。怎么会发生安尼嘅事啊？来，听说。哎呀，还有一台设计，我原来要去啊，那个设计咧。喂，苏梅啊，你老在做乜嘅？半夜还要做茶杯咯？唔係啦，哆來咪作少咧，我仲本尖頭，阿全姨頭前退燒嘅冊子。哦，佢啊，这下主发烧到一下，还忙退烧诶，去新年，那个设计呢会请唔到诶。哎，吃下猪都发烧到了哈，今都去请医生啊，又喊你要变变相啊？半夜3點鐘呢，3點鐘呢，哪會有診所還快等啊？韓國一下也請唔到幾場茶啊？哎，日到啦，哆來咪哦，拿唔出來，都門口等一下，我啱先轉來啊。哦，來，哆來咪莫驚哦，莫驚乖乖哦。哎呦，蘇梅啊，醫生間福行喺哪一間啦3號一間啊。 3號喺那邊。一間。哦，你一間啊？哦。到嚟。來。行。開門啦！醫生，開門啦！醫生，快點開門，醫生。谁啊？醫生，我小孩這早上發燒到現在了，都還沒有退燒哎，還有點拉肚子，可不可以先幫他打針啊？啊？退燒針跟藥哦，都在診所裡面，家裡沒有呢。好，那我們趕快到你的診所去啊！診所的鑰匙都在我太太那裡，她今天剛好回娘家呢。那你太太娘家在哪裡？我去找她拿。可是她在台北，過來車程最快還2個多小時。我看你還是趕快把小孩子送到大醫院去急診啊。不行啊，
啊，这里距离大医院哦还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呢。怎么办啊？总不能让哆瑞咪一直发烧下去吧？医生，麻烦你开车载他们3个先到诊所去，我马上就过来了。可是没有钥匙，我们过去也没有用啊。麻烦你我会有办法的啦。好，快点先到诊所等我啊。好。阿瑞啊，阿瑞，市场心理疗养哦，心理疗养。阿瑞，你冲乜鸡啊？啊，你要不要按慢哦？是的，没办法让天数。哎，太阿哥啊，你讲乜个笑啊？而家哦，请位天数哦，咱诊所门打开哦，哆来咪啊，都入去哦，猪腿小个沙咧啊。但真嘅冇辦法啦，是的。哎呦，你冇辦法，阿媽有辦法哦。哎，拜託呀，如果看慢點哦，等下哆來咪啊，讓他小快啲，電工會有慢。想闭上眼睛，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，不用怕晒散了一天的雨，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管还会有多少风雨，是你陪我欢笑和哭泣，一起守护着许下的约定，不用怕晒散了一天的雨，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要害怕暂时的分离，书把松开的记忆，有一天我们会在花树下相遇。